祝愿大家平安。咱第一场敬拜时间已经到，咱大声来请奏乐。恁着耶和华唱新的歌，全地拢着耶和华唱歌，着耶和华唱歌，祝谢伊的名，日日传播伊的救恩，伫列邦的中间讲起伊的荣光，伫万百姓的中间讲起伊奇妙的所在。因为耶和华最大，应该受极大的懊恼。伊伫正生命的顶面，应该受敬畏。即咱三甲要来学咯，请吟圣诗303首。主，我要学了你，请咱起立，咱来吟全首。用四道圣经来参加来告别咱的信仰。我是上帝，全能的爸，创造天地主宰。我是耶稣基督，上帝独生子，咱的主。伊对圣神投胎，对在世女玛利亚出世，伫本州彼拉多任内受苦，顶十字架死埋葬轮毂，第三日对死人中倒活，上天。他这里全能的爸上帝大病，伊要对遐过来审判活人甲死人。我是圣神，我是圣，公堂的教会，圣道的相通，罪赦免，肉体过活，永远的活命。阿门。咱即摆请坐，这是咱三甲要来启用。
伫圣诗后表面诗篇第63篇，咱会当看头前的 PowerPoint， 咱也无查，咱三甲咱来启用。信是对所毋望的事有把握，对无看见的事为当肯定。古早人因为这个信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对信，咱知宇宙是对上帝的为创造的。安尼看会看会到的是对看袂到的来做的。对信阿别比该阮献较好的祭物互上帝。对这个信，伊得到上帝认定接纳做义人。虽然阿别已经死，通过这个信，伊还在讲话。对信伊若无经验死，受牵线去上帝遐。人无过看到伊，因为上帝甲伊牵线去。伊若受牵线以前，已经互上帝认定接纳。无信就袂当互上帝欢喜。因为亲近上帝的人，一定着信上帝有存在。佮信伊话，互祈求伊的人得到报赏。对信，那对还未看到的事，有听上帝的警告。存敬畏的心，做一只大船，救伊全家。对这个信，一定世间人的罪。佮根据这个信，伊成做伊的继承人。对信，阿伯拉罕受调去，得要接受做产业的地时，虽然毋知要去叨位，还佫伊有顺探出去。这人通过因的信，拢得到上帝认定接纳。毋过无得到所应允的，因为上帝为着咱有较好的安排。伊的旨意是爱这人甲咱有份伫即个安排。安尼所信的，才会通完全实现。这是咱三角做伙来祈祷。创造天地、修水万面、耶和华上帝，我满心来感谢而已。伫你所定定的日子，阮众人兄弟姊妹来到伫你殿中，阮伫遮来学乐，伫遐敬拜你。因为阮全地拢要着耶和华你来出声，阮也要用着欢喜的心，要来服侍耶和华。阮也要用学乐唱歌来到伫你的面前。你知阮会当知影你是创造阮的上帝。阮也是你的，阮也是你的百姓，也是你草场的羊。所以，阮逐人兄弟姊妹，阮要用着感谢心来入你的门，要用学乐来入你的院，来感谢你、学乐你。因为阮知耶和华你是好的，你的慈爱到永远，你的信实是到万世代。主，阮感谢你伫万百姓当中会拣选阮诚侪你的儿女，阮会当分伫你的内面。阮满心来感谢你，佮感谢主你，阮伫清早起会当逐人会当抛开一切的事项，阮会当用敬虔的心来到伫你面前，就是要来敬拜，来调起你，直接要领受你的话，主你的诚信，即时同在伫阮这会堂的当中，特别你也告我伫阮主任牧师伊喙所出。每一句话会当真正让感动伫阮缅甸兄弟姊妹，互阮会当更较常常会到来去调主，阮更较常常通读经，阮会当明白主你要对阮，知影你要对阮所定的旨意，主互阮第一场即个敬拜，对头到尾拢完全拢交托伫愿你的圣神亲自同在，祈祷靠耶稣叫圣名，阿门。这是我来报告，咱若无摕手背，咱看顶悬的PowerPoint。伫消息报告第，今仔是中会所定的传道部主日，咱请兄弟关心奉献大道。伫等下第2场的礼拜中，咱后要举行幸福小组副长的车牌。所以，咱今仔有第2场、第3场、第4场，咱拢会伫等下拢联合聚会。副长的名单如下，因为诚济，请咱家己自行咱来规划。
若毋对吼，咱较提出更正。第三，9月29拜五是国定的假日，本会办公室有休假一天，请兄弟咱会当留意。第四，下礼拜主日10月7日下晡3点半，伫咱3楼会议室有要召开10月份的定期的中执会，请咱的全体的中执出席。同工甲机构首长会当伫遐来列席。犹原伫后礼拜主日是中会所定的相连的主日，敬请咱兄弟备办心来奉献甲代祷。第六，本会2023年下半年度专题的课程要伫10月第2个礼拜，就是拜二到拜五开始要举办。欢迎咱这兄弟伫10月7进前使用 QR code 来报名来参加。第七，本会定伫10月22日举行2023年重阳主日的敬老活动。咱65岁以上的寿星伫第2场的礼拜后要参加寿宴。咱的地点伫犹原伫龙湖餐厅，本来咱是想讲要伫教会遮，但是咱因为正咧整修工程，惊安全起见，甲场地迄落，所以咱今年犹原伫龙湖吼，希望讲明年会当伫咱家己教会遮举办。所以咱遮的相连兄弟，咱爱其实吼，你因为这有咱爱报名，较袂讲浪费，请咱伫10月7、8吼，咱相连兄弟10月7、8进前。伫柜台，咱来登记报名，通互咱的办公室伫遐来统计人数。70岁以上的，就是你42年厝，只要你是42年厝的人，民国身份证哦，毋通讲你是伤慢报的，还是伤早报的，咱是看身份证。你若42年厝的吼，本会会送咱遮的相连，咱的长辈吼，你的祝贺的红包，70岁。包括70岁以上是600，80岁包括80岁以上是1000，90岁以上2000，你若100岁就是3000。迄个70岁以上的名单，咱有伫咱的周报内底有第8页、第9页。如果若是甲写一个伤少年，你讲一个，你较搁甲讲一个，一名毋对的，你有哪提出更正？因为甲你名写毋对，有哪会较歹势？但是这咧编列有当时会较无用，所以咱爱。包容。具体消息，合作社因为地下室的改建吼，所以咱暂时可能要有超约半冬的时间，拢会伫迄个1楼电梯边仔遐吼，就是油工幼儿园的办公室遐吼，伫遐迄个暂时伫遐办公。所以咱兄弟社员较麻烦，迄个即个消息家己交代消息，咱请牧师咱来。咱的教界消息吼，高雄中华青年部有伫11月7日要办祝福西海岸青年骑导团，就是讲骑脚踏车祈祷祝福吼。为家庭教会经过真侪教会，包括中道要伫咱油厂教会食中道顿吼，上落尾到中山教会，这费用。100块，若无买用餐是免费吼。不一定青年吼，咱若有爸会骑脚踏车，要愿意安尼参加吼，拢可以吼，这真好的机会。第二，咱高雄中华上义部10月14，上午9点伫林王宫饭店3楼喜乐厅办中央敬老的感恩礼拜。这个费用若是90岁以上是免费，89到80是一人300，80以下一人700。咱的上义生活队员有补助200。欢迎咱兄弟日，这个后礼拜日以前10月初，咱康信福队长来报名参加我来报告今日伫七里殡仪馆有咱黄鼎燕甲廖一成就是伊的丈母是伊妈妈顾李玉关姊妹安歇有几样个别色今日伊的遗嘱有伫咱中间卖伫什么要甲大家
表达谢多谢。咱甲大家嘛是答一个啦感谢大家感谢大家好，真济多谢大家的关心大道帮赞伊的后生嘛信主拢伫教会应该是伫北部大埔新村，感谢主迄个以前的爸爸是退休未信主，咱也为伊祈祷感谢主，为了这个家庭祈祷。咱今日有来参加咱的礼拜有几位是应该拢有咧来啦，甲伊的查某囝这个惠南兄伊是住伫蚵仔寮感谢主有来面解这个谢义成贾鲁成兄弟为保重教会啦，那伫什么所在？请你起来咱拍鼓欢迎感谢主好，真济。以上咱欢迎兄弟姊妹参加伫主日来敬拜上帝，领受祝福。这时赞美，咱要请上联献歌队。是。咱先开圣经马太福音25章。25章14节，因为亲像一人要去外国，就调伊家己的奴仆，将所有的交代因，一个互因分5000，一个互伊2000，一个互伊1000，各照因的材料就去外国，领5000的随时去做生意，搁趁5000，领2000的也是安尼，搁趁2000。独起来领1000个，就去掘地来藏物，伊的主人会问。过久，这个奴仆的主人到，甲因算数，领5000个来，搁带5000讲：主啊，你交代我5000，你看我有搁趁5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的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做的，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领2000个也来讲，主啊，你交代我2000，你看我有搁趁2000。伊的主人甲伊讲，好啊，好，搁尽忠的奴仆，你伫少的已经尽忠，我要设立你来管做的，通入你的主人的快乐。领1000个也来讲，主啊，我知你是严苛的人，未夜的所在就要收割。未分散的所在就要捡做堆，所以我惊就将你1000元去埋伫地里，等你完美行礼。伊的主人就因伊讲：歹搁笨蛋的奴仆啊！你既然知我无业的所在就要收割，未分散的所在就要做堆，捡做堆，就着将我的银下伫钱店。我来时，通得到我的本银甲利息，所以着对伊摕迄1000来，互迄个有10,000的，因为见若有诶，要互伊有剩，无诶，连伊所有诶也要摕伊。也迄个无利益的奴仆，赶伊伫外面黑暗的所在，伫遐要有天靠家己切去。阿免感谢上帝将迄话语来修饰咱，这是赞美，咱要请上联献歌队。
我来真感谢主吼，教会想出咱即群真好的长辈，是真做咱教会的宝贝。哦，咱今仔日看到大家会当跳，啊，佫有拍鼓，连工若出来遮跳舞，哪像咱个免怀疑啊！哦，感谢上帝献歌对因的娱乐的诗歌。这是讲到请咱主任牧师，伊今仔所要跟咱分享的题目是做福音的好管家。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感谢主，今日是咱中华所定到的传道部的主日，像是咱的教会伫第2场的礼拜，特别有为着下半年咱的报道的时间，幸福小组的启动，有即个福长的车派，福长的车派，望会当祝福因会当伫下半年带领这个幸福的工人会当努力来受割，有更较侪灵魂得救伫上帝家中。伫今日牧师透过马太福音25章，即个咱作息的披露，5000、2000、1000即个披露甲咱想即个题目，望咱会当做福音的好管家，福音的好管家。伫咱的主耶稣的教示内面，常常用管家还是奴仆做比喻，这是伫迄个天国的比喻中间有即款的意象英文叫做 image 真侪有即款的意象，就是讲像伫马太福音咧讲的忠心的奴仆好搁尽忠的奴仆，是讲照因的材料来托付因。照材料来受托，不义的管家，是路加福音咧讲的，迄个无路用的奴仆，是主人有交囡仔，互10个奴仆，其实遮所要表达的，拢真类似，拢真类似。伫即个比喻中间，即个奴仆毋是普通人哦，毋是普通人，伊是有受交托，有领受一个责任的即个奴仆，即个奴仆嘛毋是无能力的，是有能力的，所以伊才受交托，受交托，所以伊是担当责任，伊若个做一个领袖，即伫古早就是讲做管家啦，管家是有能力的，佮有权的，即马伫咱较现代咱的公司啦，还是咱咧工作的单位检查会讲这就是主管这就是干部这是有能力的人。所以耶稣对这个比喻中间咧描写这个主人对这个管家拢有真大的期待，真大的期待。咱若是甲这个受托的5000的、2000的、1000的，这是咧讲，互伊5000两银、2000两银、1000两银。那英文其实用这个 talent， 就是他能力。这个他能力是一个重量的单位，迄个重量上大的单位，所以这个一他能力是一个真有价值，看是铜还是银还是金来咧做即个价值毋过犹太人上普遍的就是银仔，所以讲互伊5000两银、2000两银、1000两银。这英文的即个 talent， 就是天赋的能力咱的上帝予咱的天赋的能力，就是共款即字啦，共款即字。所以即个披露的目的，要甲咱讲。上帝予每一个人迄个温书材料无相像 ，talent。上帝予咱天赋的能力无相像，所以咱台湾的俗语讲买嘛有一波碳，买嘛有一波碳，每一个人伊的迄个材料嘛无相像，所以讲一人月一样，无人3000枪，你的温书甲我的温书无相像。你会晓这样，我就袂晓这样。毋过我会晓这样，可能你袂晓这样。
这个上帝互咱无共款的运数。伫上帝的花园内底吼，袂讲干那一种花啦，就是百花齐放，足侪种花无共款的花种、形状、色质、色水、香味，这个花拢有伊无共款的所在。那甲咱每一人，上帝互咱拢是真特别的拢无共款，生做无共款关系无相像咱的迄个运数材料无相像，若拢相像这世间就无趣味感谢上帝，因为伊互咱无共款的个性，无共款的材料趣味，所以咱做伙彼此才感觉咱互相会当相配合，咱会当互相相帮补咱会当成做一个团队，咱会当成做一个多彩多姿的团队。开始减了力就真困难，所以咱若看伫迄个运动中间踢骹球就11个11个这11个无共款的位置，但是拢真重要。那减一个去哇，影响就真大影响真大。你10个人要踢10个人，你就真歹踢所以每一个人拢足重要足重要。咱从这个若甲刷来看，咱今日的教会，咱今日要找摆福长，其实就是无望讲，咱要传福音的人是干那家一个人要去做传福音的工作，家一个要做会使，但是伊的困难度加足悬。咱若有咧做个人担当的人就拢会去学讲，免来用个人担当的方法，但个人担当的效果甲压力是加足大你要讲传福音伊若要听就听，唔听煞感觉足歹势。你甲讲，伊若接受就接受，唔接受你感觉讲后边你要甲讲真困难所以伫近来咱高雄透过福气教会有甲韩国的双语，就是伫迄个釜山的丰城长老教会来学即个双语，后来伊搁甲改良变做咱较本土的幸福小组。即个伊的特色就是讲，毋是家一个人咧做传福音的工作，这是一个小组，任务的小组，特别为着要传福音4个人组织做伙，分工合作，无共款的运输配合，来要得到这个宝贝灵魂所以咱若是用这个幸福小组，感谢上帝，因为透过这个小组的报道，咱会当半当拢有受过一届，拢有真侪人领洗礼入教会这就是团队迄个开力的结果咱会当看到讲，2个人比1人较好。当然有3个人，有4个人，其实迄个力量是真大的咱对这个譬如会当讲，其实较毋是讲你5000、2000、1000最少的问题。不管你5000、2000、1000，其实你3个无共款的运数若合作伙，可能8000，8000会当赚8000，是真好。你当然你5000，你应该交代你5000，你可能会当来4、5个人传福音，会当得到5个人，你就得到5个人；你会当得到2个人，你就得2个人；得1人就得1个人。其实合作伙，不管你是5人、2人、1人，就是咱有得到8人。所以团队的服侍是真好，互咱袂做比较，咱大家分享咱得到的成果的欢喜所以咱对这个圣经，咱会当搁知影，上帝咧评估咱这个运输材料的托付，是毋是有好的结果？迄个标准毋是照咱的数学咧算的上帝互咱会当成做一个好关系，咱就毋是照家己，咱应该照上帝。上帝爱咱做啥物，咱就做啥物。
因为咱是爱来高效，咱来高效。所以伫即个披露中间哦，咱会当看到讲，迄个主人有一天会倒来甲伊的萝卜来算账，来算账，伊是爱高效的，吼。伫马太福音还是路加福音，拢有真侪一款的记载，讲伫想袂到的时阵，想袂到的日子，迄个萝卜的主人要来，因为当时人毋知，所以你着爱随时拢备半边。过了久，遐个萝卜的主人来，就是要甲因算账，要甲因算账。因所经管的，到底上帝托付偌济，伊应该着得到偌济。伊着爱交代好明白，交代好清楚。主人要知影讲他即个萝卜哦，伊出去做生意到底有趁偌济？免啊算，其实伫即个马太福音25章咱遮读的吼，咱着真清楚知影。毋是照你什么5000、2000、1000，其实是照你的英文叫做 talent。talent 就是你的迄个原来你的上帝予你的天赋的能力，你毋是好啊去运用无吼？5000个赚5000，2000个赚2000，其实迄个主人拢共款，甲学了是一模一样。好个真正的萝卜。你伫小的群中通交代你做，你通入主人的快乐，这拢共款。但是独独着迄个1000的，迄个1000的因为伊惊，伊讲主人是严核的，无野的所在，着要捡做堆即个无分散的所在要捡做堆，无野的所在要收割，所以伊着惊，伊着甲代理土地。伊的钱有开去无？无，伊嘛有了的无，但是伊着是无去运用。无去运用，伊应该去运用，伊至少嘛要赚1000，但是伊无赚1000，所以即个主人甲讲：你这歹个贫惰的萝卜，你都知影讲主人是安尼，结果你是安怎无要好啊去运用？所以即个圣经记载讲哦，你上无你嘛去寄伫迄个银行哦，我来是会当连本带利收转来，你连万都无。你这实在有够歹，有够贫惰，1000甲你抢过来，摕互迄个10,000的，既然有诶，要搁互伊有剩，无诶连有嘛要甲抢过来。你这无路用诶萝卜，甲你等伫外面黑暗诶所在，伫迄个家己切齿诶所在。读到即个圣经，毋知咱读了有啥物款诶感受啊无？咱是一个好个真正诶萝卜。还是歹个贫惰的萝卜，有一天主人会甲得掉，献伫迄个黑暗家己切齿的所在内面。迄个结局是何等的凄惨其实迄个1000个伊嘛也无去做什么歹代志，也无做毋对代志，但是伊就是无做代志，表示上帝互咱即个运数就是要去运用的，就是要去发挥的。每一个人拢应该有运数，每一个人拢应该做。无一个人会当讲，无啦，我都无运数啦，我都无才调啦，我袂晓的啦。兄弟姊妹，咱注意这段圣经，最后所甲恁讲的这个譬如，咱若伫主人的面前讲任何理由是拢无效的，这是拢无及格。上帝无你运数，无你才调的，无论是5000、2000，至少你嘛有1000你去遐代理土地，你都会当运用嘛。我毋免叫你带5个，你带一个会使无？5个带5个，2个带2个，一个带一个，应该咱就是爱去做的。所以，这个领1000的，兄弟姊妹，其实耶稣要讲的，就是当时的这宗教领袖、法利赛人、经学师，嘴讲一堆，但是拢无去做，应该爱做上帝爱伊做的代志，无去做，用律法来绑家己，用迄款的真侪传统来束缚家己。其实咱就是惊，今日的教会事实上不可否认，除了教会过去做热心传福音，咱伫迄个80年白教运动的时，大家足拍拼传福音，
所以教会陪家。但是后来教会就变啦，教会开始无咧传福音嘛，袂咧传福音就无习惯啦，就无关系啊，就袂响呀。伊要搁叫去做，大家就袂关系啊，都袂响诶，大家就开始惊，大家就开始拒绝。教会都安尼就好啊，教会都有人礼拜就好啊，教会就唱圣歌队就好啊，教会都有教会服侍，安尼礼拜日就好啊。甲传福音这个代志已经拢放袂记诶，祝福咱的大使命拢放袂记诶，咱拢甲带入土地啦，咱无去发挥，结果愈来愈袂晓。所以教会要去开拓教会，这哪有法度？哪来咱无迄个能力？上帝予咱是有迄个能力的，毋过能力无去啊。这就今日咱的教会，所以教会包括牧师、包括长老、包括所有人拢共款，理由真济。可能我做牧师，先爱这个悔改是我，检查我嘛是去带徒弟。牧师讲好，咱咧做传福音的工作，咱就尽咱的传福音的工作，咱会当用即款的方法来传福音。但是，逐间教会拢做袂落，现在做袂落，惊做了失败，惊做了艰苦。做基督徒较遮艰苦，做基督徒代志遮济，我来做礼拜就袂歹啊。所以，兄弟姊妹，咱信主了，事实上，咱是爱不断爱提升的。1000毋望会变2000，2000变4000，5000变10000，搁加上帝叫你1000就变这11,000就11000。应该咱是爱成长，但是咱已经无关系啊，无关系真侪教会做袂落，唔爱做当然打信主人无简单，做基督徒开始也无简单。这个福基教会牧师讲较早拜一档若拜2届嘛咧拜即摆咱要礼拜一档52礼拜若要过来服侍，可能但是我相信上帝予咱的恩典拢够起来，上帝予咱的恩赐拢是够起来。当咱会当合作伙三角来做的时阵，其实这拢是可能的。耶稣用这个譬如，用足侪天国的譬如，是要甲咱对今生的关心，求来甲永生的关心。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咧关心要趁钱。要来去运作趁钱，这咱拢会晓。但是要来趁灵魂要来得灵魂咱较袂用心。迄个无知的财主讲迄个我即马有遮济迄款这尺寸遮大我内底遮米量遮济哇，我会当享受啊。上帝讲戆人我今暝要处你的灵魂，你遮的物件是要归啥？耶稣这个譬如就是要为今生求来到这个永生，互人知影讲，你今生得到遮济，但是你永生拢无的事，你要安怎？兄弟姊妹，这就是咱今日读到这个圣经，咱应该看到的重点。咱的主耶稣起来传福音的时，就甲咱讲：天国君啊，恁就要来悔改来信福音，就是咱爱来领受这个永生的福气。今日天国君啊，对无信人来讲这是会得救甲未得救的问题。天国君啊，恁着悔改来信福音，这是会得救甲未得救的问题。但对咱基督徒来讲，我已经信啊，我已经得救啊。天国君的是到底是什么款的意思？不是得救的问题，是高效的问题。你会当高效的，上帝托付予你的这个运事，你有去运作无？上帝交代使命，你有去完成无？这就是咱今日咱咧读这个经文上介重要的。兄弟姊妹，不管上帝予你5000，予你2000，予你1000，咱应该尽咱应该有的本分，唔通拒绝，唔通惊赢，好胆来发挥，好胆去做。咱应该爱成做一个福音的好管家，带人来归永主。搁这个好管家，这个罗伯，伊领受5000了，伊搁趁5000，这个主人搁加予1000，伊有11000，表示伊有尽忠，上帝就提升伊，上帝就交托伊较济。当然，上帝予伊较济的资源，伊就来
成就更较大的这个托付。好搁尽忠，好搁尽忠，什么意思？就是咱有偌侪文书，咱就爱发挥偌侪这个文书应该有的价值。5000赚5000，2000赚2000，1000搁赚1000。上帝予咱的这个托付是动态的，毋是永远安尼的。所以有人讲我搁得赚落去我就愈来愈忝啊，袂，你愈来愈轻松你咧赚愈来愈紧你的能力愈来愈好，你的运数愈来愈悬。其实是动态，表示上帝会予你这大，你伫少的应尽中，所以要设立你来管制，就是你已经有能力。兄弟姊妹，咱靠着上帝恩典，那保罗讲靠着上帝恩典，我成做今日的我。咱来伫哥林多后书15章10节这个新约咧讲，靠着上帝恩典，我才会当成做今日的我。伊收拾我的恩典，无浪费无空空。我比其他人更较出力我毋是靠家己，我是有上帝恩典甲我同在。保罗是靠恩典基督徒咧做一切工，毋是靠家己快乐尔，是靠上帝恩典。所以当咱来当对上帝有信心，佮会晓信靠咱努力，佮咱有一个谦卑瓦靠的态度，我相信，这个领5000的、2000的，就是有一款态度的啦。有一帮我去香港参加一个研讨会，看了一个招牌面顶写“艺高人胆大”，艺高人胆大艺高人胆大这国语啦英文是写迄个 The art of possibilities， 就是可能的艺术啦。其实这个5000跟2000的。伊敢有想到讲我5000我会稳赚5000，2000稳赚2000，其实伊就是有信心，伊相信主人既然予伊这个交托，伊就尽力去发挥，结果伊赚5000，伊赚2000所以兄弟姊妹，咱毋是干那我靠家己，咱我靠主得甲帮助咱。团委会工作更较是安尼，咱所有咧开这个幸福小组的无人讲我开了一定会带人来信主，有可能比别人足好势，毋过结果无但是有诶嘛伫毋知影中间，有人来信主这拢毋是要夸靠咱家己个，是主诶恩典，主甲咱同在其实这个传福音诶工作，毋是干那咱咧做是圣神帮助咱咧做，所以咱也毋免惊吓好，第4点这个好的关系，伊照主人所托付去运作赚着应该赚的，伊就领受大的祝福，会当入去主人的欢喜。好搁尽忠的萝卜，小的尽忠，设立你最大的，通入你主人的快乐。兄弟姊妹，咱每一人会使讲拢有运数，但是咱就爱知影讲，咱每一人拢爱高效。可咱每一人若会当尽忠，咱一定会当成长。咱每一人也一定会领受上帝的祝福。上帝的确要提升你，上帝要予你会当进入伊的快乐。上帝毋是家己快乐，上帝伊望甲伊所托付的这好关系，三甲欢喜快乐。兄弟姊妹，咱伫一冬拢有2遍的这个报道的收割3月到6月这个为9月到12月这个中间大概拢有陆续咧准备。感谢主，特别咱有人伫遮洗礼的时阵，这毋是偶然，这毋是偶然，这无一天顶落来，这拢是有人真正付出时间，付出材料，付出祈祷，付出金钱，因用足侪心，足侪工，大家同心合力知影讲这个灵魂是真宝贝。上帝爱咱会当互这个也未得救的人，
天国君啊，恁着悔改来信福音。对也无听到福音的人，这就是得救的问题。对咱来讲，是咱爱高效的问题。咱应该爱尽咱的本分，尽咱的气力，咱来参与。感谢主，咱今日第二堂，咱有35组的副长啊，因就是准备要来做收割的工作，所以咱要甲因切恳，也要甲因祝福啊，希望咱拢会当为因祈祷啊，壮因的胆，壮因的志，互因无惊吓，会当真正收割更较侪宝贵的灵魂。有人讲，这个门徒是一个数量，门徒是一个数量，但是有迄个意识，门徒的意识，这就是质量。可能信主人真济，但是无迄意识讲哦，我毋若得救尔，我爱搁得胜啊，我爱搁爱得免流，我毋若得胜得救尔，我爱搁高效啊。足侪人无即款的意识。当咱有更较侪有即款的意识的领袖，福音的关键，就是咱的福长有受训练，有受栽培，所以咱全年更新了，就是爱参加即个门徒的课程啊，门徒的课程，免啊过门徒的生活，免啊做福音的工人，免啊做福音的领袖，免做牧养的领袖。真侪人信主足久，无受栽培，所以伊未成长。你若有受栽培，你就会不断成长。上帝予你的恩赐，你就哪会当发挥，你哪会当提升，你会当为主做更较侪伊爱你做的工。所以，咱有这35组的这个幸福小组要推动，有副长要带领幸福工人。啊，下晡咱的成人牧区啊，甲姊妹牧区，伊嘛拢有要做即款的训练，目的是要鼓励因，互因好胆，会当来推动，希望咱即个下半年会当更较有灵魂的丰收。有人讲幸福小组吼，有9种的成功，有9种的感动吼，邀请的感动，吼，邀请免来互人会感动。你要讲邀请，毋是讲来啦来啦，吼啊，敢若凊彩叫者，吼。可能你第一个制作邀请卡，吼，啊，你着搁无定要送这邀请卡，互伊，无咱可能约伊吼，啊，做伙啉咖啡，啊，甲伊说明讲，阮要办这个活动，这个邀请卡真心中好伊，安尼表示你有真诚恳，吼，这无简单，这爱开钱，搁开功夫啊，吼，布置的感动，吼，咱感觉讲，咱有一个布置，感觉无相像，啊，所以幸福小组免啊，互因来到地吼，一个真温暖的感觉，所以就要用一寡工啊去做布置，啊，今日无共款，吼，有布置甲无布置，感觉无相像，啊，迄个饮料啊，要食的物件，吼，迄拢爱讲究，吼，爱讲究，用足侪工去准备，啊，搁大家有热情的欢迎，吼，可能有破冰啊，有真侪欢迎的活动吼，有礼物吼，这拢是啊，免来甲因接派吼，啊，这拢是爱做甲互人感动吼。讲咱若本分就是拄啊好尔吼，啊若迄个感动就是呐，做过头吼，啊亏欠就是做无够，所以咱毋是干那讲尽本分尔，咱着爱搁做过头，人家会感动到哦。真正因无共款哦，吼！啊，你讲信息的人，伊就真有准备，家己真有感动，真有把见证的人，是千金万空，伊经历主的恩典，伊得救的见证啊，这个见证就会拍动人的心吼。啊，搁周间哦会当持续的关心，啊，这就是幸福小组咱用团队，敢若一人做真忝呢，吼。也要邀请，搁也要布置，也要准备这个餐会物件，也要招待，要礼物，要这拢是分工合作。所以嘛，毋是干那这个4个这个幸福的工人咧做布道工作，因背后有一个资源的系统，就是伊的小组。这个细胞小组伫背后，组长嘛是会当甲资源甲帮忙，吼。所以这有真侪代志要做，
才会当带予感动的成就者。上界要紧就是爱有这位真正充满信心，佮有智慧，佮有传福音的热情，对上帝有信心，会晓挖过上帝。这个福音的好关键就是咱的福长来带领，安尼咱这个传福音的果效才会更较好。感谢主，所以伫第二堂哦，咱有一个这个册牌册牌，咱这阵要请咱的迄个放一块，咱来做传福音哦，大家好用吼，恁看者吼。其实这个幸福小组，我非常非常喜欢做这个幸福小组。我觉得幸福小组是一个很能够让 Best 感受到爱的一个福音聚会。原本的幸福小组的模式，在 run 的过程当中，小组员们其实都会感觉到就是比较呆板，然后也比较无趣的，没有办法真的是去带出让他们感觉很幸福的感觉。人的专注力有限，我自己就只能专注大概15到20分钟。对，然后后来就会觉得很累。我们有时候去约起贝斯特邀请他来参加幸福小组的时候，刚开始他是答应的，可是最后就没有来。所以我们就开始思想的是说，在小组当中每一个小组员他们究竟有什么样的恩赐跟才干。那感谢赞美主的是，在我的小组当中有很多的是敬拜团的乐手，因此我们在有一期开始，我们就尝试用一个音乐发表会的方式，然后去带入这个幸福小组。那我觉得感谢神，他给我一些灵感，就包含像是让 Best 用画画的方式来画下或者写下自己的重担，然后还有用词卡的方式，然后来问 Best 什么是幸福，他们对于幸福的定义。那用这样互动问答的方式，就是让 Best 他们比较能够在幸福小组当中来感受到，就是他们也被了解，然后他们也能够更融入在当中。在祷告当中，我也是每天、每个礼拜或是一两天，我又在继续跟这个没有来的人在继续的那个交谈。继续的打电话给他。之后我们也想说，那除了音乐发表会，我们还会什么呢？我们就开始有了手作课。那可能近期有流体熊，然后近期有一些可能包含手作的台球植物。因着这些小小的手作活动，然后也让每一个幸福小组的同工们有意愿的参与在其中。我自己在礼物上就是神也感动我，可以做一些特别的设计。对，那我觉得是透过礼物的方式，那因为我设计了磁铁，那 Best 就可以把磁铁放在他们随手可得或者是想放的地方。那透过经文的内容，可以把神的爱放在他的生活当中。这个幸福小组已经做了很多次了，我是没有碰到说唔通啦。唔通叫来啦，食的就是走去啊！我是没有碰到这样，因为我想我们小组非常同心，每次他们吃一吃没有来，可是我们还是继续的祷告。不是说每一次的就是幸福小组，每一个Best 都能够固定来参加，可是的确参加的人就是每一次越来越多，每一次越来越多，甚至在大家每一次幸福小组要举办的时候，就会开始期待，在这一次我们又有什么样的活动可以去跟身边周遭的人分享。他有一个妹妹，当天他想邀她一起来，但他妹妹最近发生很多事情是不方便先跟我说的，于是那一天就在沉浸式剧场之后。我就跟他妹妹个别聊聊，然后他妹妹就跟我说，她在沉浸式的剧场里面感受到她跟家人朋友间，其实那个压力让她是喘不过气的。对，那当我在信息中分享到有一位耶稣可以把他的重担交付给耶稣的时候，他觉得他真的很想要来认识这位耶稣。
就很感谢神那一天的分享里，他得到了很多的释放。每次我都经过祷告，神也让我说不要气馁。这个时候最重要的就是你不要放弃，你还是要跟他建立关系。你要邀请一个贝斯特来参加你的幸福小组。当然，最重要的就是关系跟祷告。好，兄弟姊妹吼，咱已经开始，其实咱嘛会当参与吼。咱若有即个福音朋友，咱嘛会当甲伊邀请啊，会当有机会陪伴来参与吼。咱最后有一个迄个口号吼，会当来拍出来无吼？我看毋是讲干那好顶嘛吼，咱家己吼嘛会当来做即款的。伫主的面前吼，咱会当来宣告吼。或者咱嘛来宣告哈，是举起咱的正手吼。题目思念哈，幸福做门徒，喜乐传福音，看袂见的较关键。福长是教会领袖的摇篮，毋是挑精英，是蚂蚁雄兵。无付无起的代价，只有看袂见的价值。阿们，咱三个来祈祷。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会当知影上帝交代阮每一个人运势虽然无同，总是阮拢应该爱去发挥。上帝爱阮毋若领受即个得救的欢喜，阮搁着爱。真正知影，阮应该有一天爱完成你交代阮的大使命，阮爱交涉。主啊，阮搁较欢喜做你的门徒，搁较欢喜来传扬你的福音，互阮会当有机会带人来认捌你。主啊，互教会诚做传福音的教会，互教会会当诚做追求人灵魂得救的所在，互真侪人会当进入伫上帝。你国度内底欢喜，主，阮多谢你，互阮会早起透过你的比喻来学习，阮拢有运数，阮应该着爱来发挥，互阮当哪来成长，互阮甲高效的时，阮拢无担忧，阮会当欢欢喜喜来见主的面。主啊，阮多谢你，使互阮教会伫即下半冬诶。幸福小组的推动，拢会当顺利，拢有丰收来献伫你的面前。阮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恳求亏下所的名。阿门。咱多谢主任牧师今早起所带来信息，互咱每一个人拢会当知影咱大使命是要来传福音，互咱真正会当做一个福音的好管家。这是咱三个来吟回应诗554首，透早起也好静，请咱起立来吟全首。透早起也好静，让阮分个热情，日头起也好静，我步也好停，着吞吞讲流星，暖心听候就行，就会欢喜眼神。我晓得来，我晓得来，我晓得来，就会欢喜眼前。我晓得来，我晓得来，我晓得来，就会欢喜眼前。我晓得来，好天气也好静，我也唔怕冷。虽然乌云也慢，也是着情。看看那最清楚，就先就他修行，就会欢喜眼前。我晓得来，我晓得来，我晓得来，就会欢喜眼前。我晓得来。
感觉阮着我，虽然有着危险，确定若是完成，叫做就来接我，就会我的眼神，我搁守得来，我搁守得来，我搁守得来，就会我的眼神，我搁守得来，我搁守得来，我搁守得来，就会我的眼神。我搁守得来。遐这咱来带倒，请咱为着咱教会这个下半年的传福音报道的收割，会当丰收来带倒。为着所有这个福长幸福的工人，为因带倒，为着这买较侪人会当进入来祈祷，也为着咱家己也会当成做传福音的人。互咱因缘会当来收割灵魂到永生，咱来祈祷。请咱特别为着软弱的肢体，继续三体祈祷。嘛为着咱伫即个屏东明阳甲有桥即个工厂即个火灾带来真侪即个消防兄弟的死亡有真侪即个。员工嘛有人死无，有人真着重伤，真着死伤。望政府甲即个公司一切赶紧抢救，会当来互即个代志会当得到上帝怜悯，或者有死伤的家属也会当得到安慰，也会当得到帮衬。咱来为这特别祈祷，而且咱有甚物款的祈祷伫主的面前，咱通摆列，咱向主恳求，咱举起咱的双手，呼叫主啊三声来祈祷。哦，主啊，主啊，主啊！亲爱的主耶稣，感谢你，互阮伫传道部的主任，主阮欢喜来做传福音的工作。主啊，阮今日要找拜的福长，主啊，就是因知影因受交托。主啊，互阮会当成做福音的好管家。互阮会当欢喜做门徒，喜乐传福音；互阮会当欢喜，为着阮要得到较侪宝贵灵魂。主啊，阮无惊艰苦，阮无惊着磨，阮欢喜快乐去夜景。主啊，有一天阮就会受割。主啊，有侪人已经夜景，阮也要甲因相甲欢喜受割。主耶稣，阮特别。恳求你，也医治怜悯侪软弱的肢体。主啊，明芳姊妹，金惠姊妹，石庆文弟兄，张正年弟兄，林龙秋姊妹。主啊，求你安慰这个有关姊妹的为主家庭，互因虽失去老母的伤心，愿你安慰，愿你扶持帮助。听人祈祷的主，阮感谢你，互阮会当伫你的殿中来向你拜列祈祷。主啊，愿你迄个福音的使命会当伫阮每匠心内。主啊，阮会当成做福音的好管家，尽阮应该尽的本分来完成这个传福音的使命。主啊，赐予你的教会伫这个下半年会当有经历这个灵魂丰收的欢喜，得救人啦，家庭伫阮中间。所以说，阮做着软弱的肢体，愿你的医治到伫因。主啊，你保护大权能彰显伫你身躯顶，互因的身躯会当得到完全的医治。主啊，阮有拄着亲人的离别，主啊，有关姊妹，互你警调，已经举行个别礼拜完毕。主啊，伊的家族会感觉唔感觉伤心，愿圣神家己安慰，愿圣神互因会当更较知影伫上帝恩典内面，愿将来
拢要伫天顶搁欢喜三去。有即个永生的愿望，主啊，求你也帮助因，互因无论伫什么所在，拢会当热心敬拜你，拢会当成做你的车用，会当互主你车遣来完成你交代因的使命，互因有一天赢成做好搁真正的萝卜，得到主人的欢喜，入主人的快乐。最后说，阮特别为着伫屏东主啊，即个高尔夫球场的工场，主啊，有遮大的火灾带来遮大的伤亡，求你怜悯，求你家己做工，透过政府、透过民间、透过真侪方式，帮助遮的死去的家庭、伤亡的家庭，拢会当得到帮助，得到安慰。主啊，求你也怜悯帮助，互阮台湾会更加注重即个工业的安全。主啊，阮仰望你。主啊，阮今日来阮中间聚会诚如兄兄弟，求你也祝福阮，特别恳求你施阮甲伊三甲地的。主啊，阮伫你的面前，阮的祈祷，愿你垂听，感动阮的所求，祝福阮。感谢恳求祈祷，靠耶稣的名。阿门。即卖请坐。一时咱要奉献，咱要请来同工。今仔日也是传道部纪念主日，咱的酒杯内底，咱有念一张分享式的，咱有感动，咱也为着传道部咱来奉献。即摆请做位起立，咱做来吟奉献的诗歌。妈妈上帝，阮满心来感谢阿罗你，你是丰盛的主，主阮感谢你将一切的产业来收束伫互阮互阮逐人会当得到领受上帝你对遐真美好的产业，拢伫一真水的所在。主阮满心来献上阮的感谢，主阮来感谢你互阮逐人兄姊妹，阮有得会财的能力，主啊，阮阮有工课互阮有所得。阮若要今仔日要用诚心来奉献伫你面前，求你加倍所伫阮正兄弟姊妹的当中，无论是阮的奉献阮的金钱，奉献阮的祈祷，奉献阮的事奉，愿你感纳阮逐人伫你面前所奉一切祈祷，奉靠耶稣的圣名，阿门。来吟祝福车庆的诗歌396首。大悲双会救主属我，我关心中上快乐，带给人前爱合作，我血管对主卡波，对主卡波，对主卡波，面对空呀主抓落，光更光。心这边行行，今夜传播宝贝小情，心
犯罪，我想令我那个体，我的先生叫做帮助，那个那在我无害，问题无害，问题无害，我得将我同世界。咱愿徛地，咱请牧师来祝祷。当恁通平安去，诚做主福音的好管家，会当结出30倍、60倍、100倍灵魂的果子，来进入上帝家。但愿主耶稣基督的恩典、天父上帝听当、圣神的感动相通，甲恁正大家三甲地地，对即时直到永世代无尽。阿门。咱第一场，咱的第一礼拜，咱到这结束。啊，愿上帝所伫咱遐日子嘛，咱头前的路。